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25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也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在新北市某一间高中的一个国三学生，两个查甫囡仔起冲突，一个其中一位拿刀啊，甲对方抬着颔棍，无喘气心跳，送病院急救。国防部军备工程营山中心伫咧高雄南仔溪工地，下晡有工人互前线记得着送病院进前无喘气心跳，也救无回来。对于航空警宣布会发达个月年尾奖金，也宣布对明年开始调薪水照顶级，上悬调2万块。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着校园，为什么学生囡仔会当早倒啊去学校呢？伫咧新北市呢，有一间高中的国中部，遐中昼发生学生吊伤流血意外，有一个国中3年的查甫学生和另外一个查甫同学起冲突，说互对方拿刀啊出来攻击，去挥着颔棍，还佫轻砍，当场是流血流滴血流袂停。送病院进前呢，已经是无喘气心跳，目前等咧阿东病院急救。学校表示讲，这2个人是无熟识也无温婉，真有可能是发生口角所引起的冲突。目前警方也把这拿刀的学生带得去调查。新北市一间学校2发生学生囡仔提米工刀啊攻击的流血冲突，受伤是一个15岁国三查甫学生，和另外一个同学提米工刀啊划着颔棍甲轻砍，学校赶紧甲送医急救。因为口角冲突的关系，导致一些意外事件的发生。那学校知道之后，马上把这个学生紧急送医，然后后续做通报的动作。代志发生第25中昼用餐时间结束，一个女学生要入去伤者班级找朋友，和男学生伊毋是家己的班拒绝，佫赶出教室。女学生找另外一个查甫学生囡仔来理论，双方伫教室外口扭扭勒勒。查甫学生囡仔耍雄雄提出米工刀啊攻击，致使伤者轻砍颔棍受伤，大量失血，失去喘气心跳，紧急送到阿东病院急救。可能是误入到班级，然后就开始有一些冲突的动作产生。老师可能有在附近，但可能没有想到冲突这么快发生。对，也许这个部分对，可能是像这个样子啊。不过这个部分是还要再理清。受伤学生囡仔目前装叶克膜抢救，学校表示第一时间有通知家长，伤者的导师甲校长完了陪伊送医。根据了解，2个查某同学伫教室外口冤家，意外发生了伤紧，教室内的老师未负阻止，2个查甫学生无熟识嘛无冤仇。新北市政府教育局表示，初步了解是突发事件，学校第一时间完成通报。学生的一个偶发冲突事件，那是美工刀造成的意外伤害。那校方在当下就立即陪同就医，目前正由教育局跟学校积极来协助处理当中。觉得非常的遗憾我想我会请国教署跟新北市教育局尽快对这样的案情做一个了解那也来做后续的一些必要的协助跟加强在这方面的一个防护。那是拿刀攻击人的查甫学生囡仔，互警方带回土城分局侦办，了解伤人的原因。学校原来会针对这个事件赶紧查获清楚，并提供相关学生囡仔积极的辅导。记者综合报道。国防部军备工程营山中心伫咧高雄南仔溪南电路的工地，下晡发生工案意外，大概是50岁查甫工人去互这前线基地受伤，送到病院进前都无喘气心跳，也无救回来啊！这个市政府下晡去劳检，认定时间单位违反这案法，下令停工，上悬会当罚到30万。变过期的重机具缀着工人的只脚。消防队出动13人到场救援，第一时间59岁工人救出来的时阵意识清楚，却伫送医途中昏迷，到现前已经无喘气心跳。代志发生伫25下昼1点左右，高雄市府劳工局宣布了后前往劳检。没有在事前调查作业场所的地质地形状况，也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来防止作业机械的翻覆，而且作业时也没有禁止人员进入操作半径或者是附近有危险之余的场所。受伤的人是现场协助动刷指挥的工作人员，事故地点是伫国防部军备工程营山中心，伫高雄南仔溪区南电路上的工地。经过了解，工程已经外包予施工厂商，不过厂商针对工人详细甲后手处理，无愿意回应，所予劳检出欠点，已经下令停工。那劳检处已勒令现场停工，针对违反职业安全卫生法第6条第1项的部分，可处最高30万元的罚款。受伤的人到院的时状况无乐观，救急了后死亡，死因会由检察官上检厘清。施工厂商也恐惊因为违反这案法，面临上悬30万罚款。劳工局也呼吁业者一定落实安全作业标准，维护劳工安全。记者综合报道。
在咧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参与这个联署的期间呢，国民党籍的屏东县议长周典伦今早起传出讲，检调去超越徛家要该约谈，原因就是这检方在咧侦办潮州郭台铭连署书误写案件，认为这周典伦也牵涉在内，将有可能违反到总统、副总统选罢法。不过周典伦的查某囝表示，这司法会幸福老爸一个清白。屏东县议长周典伦24拄伫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赵少康东港的造势晚会顶悬，讲到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牺牲家己无要登记来挺国民党，没想到过顿讲25，伊就互检调敲出徛家二请约谈，持续追查共犯。于今日指挥法务部调查局南部地区机动工作站、高雄市调查处持法院核发之搜索票，至周姓嫌疑人住处及办公处所执行搜索，相关侦查作为仍在进行中。在郭台铭的参选连署期间，各地拢爆出真侪件连署误写案。潮州就有社区干部顶着3个人涉嫌以每1份200块来买连署书。检方追查共犯的时阵，发现潮州镇长是涉嫌甲因帮助，向法院声阿准啊。综合事情了，佮认定周典伦嘛共款违反总统、副总统选罢法，法院嘛准因敲催。侦讯不公开，那我也没有比较确切跟明确的一个，就是说他被约谈的一个目的跟一个方向是什么哈？那所以一切也是等到那个检察官那边的一个说明，我们才会清楚哈。谢谢大家关心。周典伦的二查某囝周家琪下晡嘛出面讲，相信司法会还因老爸一个清白，但是潮州连署书误写还是继续烧。电议长周典伦拢互敲催约谈，专案检方继续侦办。在总统立委大选进前嘛，引起地方正大的震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总统选战的新闻，这国民党好友期今去到高雄拜票，强调要打击诈骗的决心。针对着这民进党热清的万里楼主政绩，也批评中央政府讲遐尼侪年过去啊，拢无解决到这碳工基主权的问题。那热清呢是伫咧台北强庙参拜，伊强调台湾面对中国威胁，就要先团结人民，保护国家意识，伫咧对等的尊严之下，愿意和对方沟通。那民众党的副手吴欣盈是伫咧高雄拜票，和选民博感情。向过路的民众一手致意，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伫咧高雄拜票参香，持续邮票，搁再声明打击诈骗的决心，讲诈骗骗愈济，爱管愈久，人头户若是再犯，加重伊的刑责一半。不过话搁讲到，民进党热清着万里的旧处政绩，侯友宜批评中央这几年来无解决碳工工人基大权的问题。这几年来，中央行政院的院长赖清德、苏贞昌面对这个问题，拢无爱解决。新北市政府阁公布空照图，讲建模是民国92年了后兴起的，是至尊违建。不过热清的经办背回讲，厝是民国47年就起啊，因为有旧厝荒废热清的。二是表示已经有请律师做信托庭书。25下晡到上山镇安宫参拜，民众正热情来问好。经过了解，治水时阵也搁再声明，面对中国的威胁，爱先团结人民，保护国家的意识。面对中国的威胁，其实我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团结咱国家人民，有保护咱国家的意识。抢攻南部选票，吴欣盈到高雄市场邮票，毋但用中英台3种语言甲民众问好，搁甲热情的支持者翕相，扭近甲南部民众的感情。我是特地副总统候选人，谢谢。阿公好赞哦！郭文铁25无公开行程，积极准备26举行的第2场电视政见发表会。郭办讲会持续讲政策，互选民了解施政的难度，别甲哪里共款互相吐槽，别怕无共款的选战。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鼓励伫咧他乡外里食头路主席的少年人登去故乡投票，台湾青年民主协会透过线顶募资，补贴明年1月12、13交通费含专车，这2礼拜就募到67班，打算要开31班车，互要到1000人会当登去故乡投票。返乡投票，我不缺席，我不缺席。
即马离总统大选敢若剩半个月的时间，进前台湾青年民主协会透过线顶募款，希望会当替少年人装着回乡投票车主来加开回乡专车。明年1月13，只要开113块，就会当坐专车登去投票，来减轻少年人负担。经过2礼拜的募款，协会表示已经达到67万的目标，打算要开31班车，如果会当帮助要1000个少年人回乡投票。如果超过70万元的金额，我们就会来加开从南部到中部这样的不同的班次，因为这样的需求比较多，目前的车票也已经接近额满。那如果超过80万元的话，我们就会首先来加开东部，因为台北往返花东是比较不易的。协会也希望伫12月29募款结束进前，会当装着更较侪钱。若准有到70万，会加开3条路线；有到80万，就加开10条。参加活动的学生代表嘛，呼吁选民会当排除困难，积极来投票。第一，希望社会各界人士会当正视而且重视少年人伫咧面对选举、面对投票时的困境，会当甲咱多多帮忙。第二，我想要甲所有会当投票的选民讲。明年的2024正月13号，无论你支持倒一个政党，支持倒一个候选人，这边咱倒来投票。根据中商会统计，明年总统大选满20岁是第一届投票的有103万人。协会表示，头一届投票是正关键的族群，伊希望这届的募款计划会当带动少年人积极参与投票，用手头的选票决定国家的未来。记者林旭凯台北报道。中央航空今日宣布会发6个月年尾奖金，包含航勤、航太还有空渡拢有，打破英国纪录。另外，伊是搁再宣布明年开始会调薪水，这技术较顶级上悬会调2万块。不过，当咧进行罢工投票的技术工会是回应讲，无清楚讲这调薪水要安怎调，罢工停事会继续进行，也讲这技术投票状况是真侪人参与的。本来拢是伫咧一年上尾一个上班日，即公布年尾奖金的中英航空，今年所提前公布，中英讲是因应全球航空业规划起来，照顾员工分享经营的成果，包括中英航空合资公司是平均发6个月的年底奖金，是公司成立以来上悬的纪录。另外，各公司照年度结算的盈余，2024年中会阁发员工收入奖金，但工会讲疫后劳动强度有够悬，奖金发咱的无够。公司往年大概赚60亿的时候，也是发4个月。那今年赚了160几亿，比往年多了2倍以上，那只多2个月，所以对员工来说，当然还觉得有点距离。中英航空嘛提出调薪的方案，考虑到营运物价含劳人才，明年开始地勤和空服员是平均调薪5000块，技术就这顶调薪11000到2万。同时，技术这个工会讲，中英敢若对外发布年尾奖金和加薪的消息，员工未收到具体方案，但是工会诉求是加薪20%。表面上喊的加薪，但实际上是不是大家都可以领得到？我们现在目前来讲还没有办法去确认说公司实际上最后就是给到员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技术工会讲，旗下中英分会罢工投票会员是真侪人参加，投票进行中无受到资方即摆公告的影响。按算1月初5开票，工会日内嘛会开理监事会，讨论投票投了的后一步。记者综合报道。台经院公布12月景气动向调查报告，受到这年底观光也个来台湾旅客人数变侪影响呢，这服务业和营建业这个月和未来半年的景气拢有变好。不过这制造业是连续让2个月，对未来推测会变较保留。我见岁末年中，营建业正伫年底传统观光大季，尤其是公共工程甲厂板顶建设。那服务业因为来台旅客成长受益，餐饮大小需求升悬，服务业甲营建业都对未来半年景气看法明显转好。厂商的一个表现上都是有呈现比较明显的一个增长哦，所以也带动了在当月份营造业者他的一个看法。而在未来半年的部分，那么由于在明年的公共工程，当然整体在预算上可望达到5886亿，
那么也是持续维持在高档。甲服务业参营建业看好无共，劳动部公布上薪无薪假人数是9935人，比顶期增加359人，其中以制造业为主，拢因为订单减少。那根据台经医公布的制造业11月营业气候测验点93.20点，美减0.57点，连两波。主因是美中两大经济体无确定性有关悬，加上中东紧张局势相关。占我们台湾比重2/3电子产业，目前看法没有太大的松动。那第一个，化学工业可能是因为最近的油价在前一阵子波动非常的大，但是你可以看得到，化学工业是坏上游好下游，那跟油价下跌应该是有关系。全球终端需求继续热冷，经济部也公布11月工业生产指数92.19，年减2.48%，制造业生产指数年减2.18%，连续18个月负成长，继续写入史上上长衰退纪录。记者综合报道。阿里山的林业铁路今仔日是通车满115周年，特别甲这个旧车换新衫，设计概念是以台湾特有的鸟仔类阿里山迎宾鸟做设计灵感，推出这个虎翼号列车，用这玻璃做架景，明年4月民众就当坐到这款的火车，游览到这阿里山的风景。伫新火车舞头前的翕相，这台有蓝色甲白色车壳的新火车，是阿里山临时用旧车厢改装的虎翼号。车壳的色水是参考阿里山迎宾鸟、公鸟身上的蓝色、感觉是较黄色。车厢内底有规个包厢，驾驶的所在各用玻璃做架景，或者人会当有无同的感受。透明的驾驶室隔间，然后还有可以旋转的。这组列车有5列，那我们今天就是然后还有一些贴心的设计，比方说杯架，还有那个充电口。那许愿号跟福生号呢，未来我们会作为邮轮式列车的服务。那由于我们受限于我们的这个人力我们也会征求民间的专业团队来做经营。为了要庆祝林铁通车111周年，林铁除了小改新的火车，嘛来启用已经整修好势的北门车站。现场就有退休的员工讲，50当前结婚的时阵，就是为遮坐车去到本基湖，即马看到新的月台甲火车，感觉真欢喜。阮当时来坐迄个车站，嘛是伫即个月台遮啊。即摆佫改建过呢，差足济啊，美轮美奂啊。林铁运输处表示，阿里山铁路全线通车，除了加强铁路安全，嘛有整修车站，另外嘛要提升林铁观光的品质。经过2年2个月的时间，虎翼号总算完成改装甲试车，按算明年4月投入服务的时阵，会当互民众有新的感受。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大型车伫咧高速公路顶头，若传出车祸，迄拢是真严重。警方也公布一寡较高发生大台车车祸地点，总共有8个所在。这寡所在因的特色就是讲，这车流量真大，接近工业区，还有市区等等。这呢发生车祸的时阵，这大台车的司机毋是无保持安全距离，就是塞车蛇行，甚至有的人独居捡物件，这行为就足容易发生事故。货柜车驾驶无注意车况，故意北向内湖段失控连弄3台车，也有游览车驶伫国三斗六段弄到轿车，造成严重死伤，各道大车定有事故，各受害者上济。喇叭声一直响，后壁大货车无减速，连弄几台车，各一北向南口加3点埔。今年前11个月，达到187件大型车死伤事故，内地大车事故热点头一名。交到附近有一些这个工业区这个货车这个运输的车辆进出，那有些都会区的话，就是会有一些物流仓储中心要进货补货，它的一个交通量比较大。那以至于呢，就是发生的事故呢，确实是比较高一点。各道大车死亡事故热点，除了这个路段之外，包括北部地区，国一南向南口中立，国三北向树林甲安溪，中部的国一南向台中系统甲台中，南部的国一北向南马溪甲仁德系统等，拢伫热点名单。警方分析，这路段特性，外近工业区、都会区，大车车流量大，加上驾驶车技无保持，开车狂神也是分心，像看手机拄久捡落落去的物件顶，无注意到头前的路况改变，拢可会引起对撞事故。
那我们这个林口交流道呢，也会针对它的出口呢，原本可能在这个就是有交织的路段呢，我们改成立体交叉。那这样的话呢，希望能够就是减少这个车流的交织，然后让这个整个就是匝道回堵到主线的情况呢，可以获得改善。大型车驶伫高速公路、高公桥提醒，原则上只会当驶伫外侧车道，占用内侧也是中线，依法会当开发。也建议伫国旗北向南口交流道进行交流道改善，毋忙解决塞车问题了后，也当降低大车事故的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这新闻，讲到昨是平安暝，不过以色列国对加沙的中部发动空袭吧，上报有78人死亡。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是搁再强调军事行动应会继续。另外呢，这天主教的教宗本济各伫咧主持弥撒时阵，也祈求这中东抑个乌克兰会当和平，而且伊也强调讲，这战争拢是一场空。受伤的患者规身躯拢是血，一个染着桃粉，可能用担架啊扛入去病内面等待接受治疗。加沙中部一个难民营，伫咧20平安夜这天遭受到以色列空袭，巴勒斯坦卫星曝光造成严重的死伤。مستهدف مدنيا اصلا. احنا كنا مستهدفين. احنا فيش مكان امن اصلا. احنا نزحنا من غزه قالوا لنا اطلعوا روحوا مكان امن الوسطى، وقعدنا في الوسطى. ورحنا في الوسطى استشهدنا الحمد لله رب العالمين. 自10月初以下冲突发生到即嘛，已经有超过2万位巴勒斯坦人死亡，230万人无处通转去。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占领的伯利恒，本来应该是溃班游客，不过今年是无半人。圣诞活动被取消，看到的是砖仔土对加铁网啊包围的都出现耶稣，也个艺术家所制作的装置艺术，电视放伫咧保温箱内面的耶稣圣婴。但是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讲，军事行动会一直继续到战胜哈马斯为止，而且也未受到外部压力的控制。ראיתי פרסומים שגויים שטוענים כאילו ארצות הברית מנעה ומונעת מאיתנו פעולות מבצעיות באזור. זה לא נכון. ישראל היא מדינה ריבונית. ההחלטות שלנו במלחמה מבוססות על שיקולים מבצעיים שלנו, ולא ארחיב בזה. הן לא מוכתבות על ידי לחצים חיצוניים. 以色列国防军伫礼拜讲，对差不多200个加沙目标进行攻击，不过以色列方面也损失15位士兵。军方也公布一段影片，看到伫咧哈马斯地图网络内面，找到5个以色列人质的尸体。战争也未结束，天主教宗方济各伫今年平安夜的主夜弥撒，强调战争无法度解决问题。Il nostro cuore stasera è a Betlemme, dove ancora il principe della pace viene refutato dalla logica perdente della guerra, con il ruggire delle armi che anche oggi gli impedisce di trovare alloggio nel mondo. 平安夜这天，教宗心内挂念着受到战火侵袭的兄弟姊妹。方济各讲，因也受到战争吞噬的兄弟姊妹徛做伙，因的心伫咧巴勒斯坦，伫咧以色列，也伫咧乌克兰。公司新闻陈伟林编写。讲到这耶诞节，除了基督徒会去教堂参加弥撒，其实是礼拜以外，也有真济闹热活动。其中一个就是追踪这耶诞老人的飞行路线。这个活动呢是对1955年开始，本地是这囡仔看唔到电话，甲囡仔骗的一种代志，煞变做是一种活动，到达有68年咯。也正做这美国、加拿大两国军方的职工，甚至是全球民众做回来参与的活动。根据北美航空司令部所提供的资料，伫太空中是全球的耶诞老人，伫台湾时间24暗9点外到10点外之间，由南到北通过台湾顶面。由美国甲加拿大军方共同运作的北美航空司令部，英文缩写是 NORAD。前身之一是美国空军的本土航空指挥部，成立伫1954年，甲后来 NORAD 同款，拢设伫科罗拉多的彼得森空军基地，是冷战时代甲抗战苏联协助的第一道防线。即马有关担负北美地区的航空甲太空防卫重任。1955年，一名官兵想要打电话给耶诞老人囡仔，意外敲唔到号码，接到指挥部。
军方的大人就编造故事，讲亚旦老人已经飞到某一个所在。囡仔相信是真的，然而，团伙真侪人，指挥部变做苏梅亚旦老人行踪的接线中心。军方也安尼成立追踪亚旦老人的专案计划。当日24点钟轮班的 NORAD 无绑定应该做的工作，追踪亚旦老人是由大批社区志工来负责。The men and women, to include civilian and military from the command itself, and many volunteers from the community and sponsors, start in advance, and literally after tomorrow, they'll start planning for next year. 今年是追踪亚旦老人活动的第68年，司令部计划伫2005年的70周年庆推出虚拟实境甲亚旦老人同齐漫游太空的活动，保证也在测试。那伫传说中，亚旦老人故乡的芬兰北部小城市罗瓦涅米，是伫当地时间23暗，按照惯例举行亚旦老人祭雪橇、分送礼物予囡仔活动。今年的亚旦老人伫出发进前也特别喜欢，希望真侪处伫赛车甲战乱中的囡仔，会当早日有平安的生活。公司新闻七家真编译。秘鲁的警察假造是一个亚旦老人，一个首都利马抓到一个卖毒品的集团。去年的这个亚旦节，警方也有同款这款的行动。亚旦老人行入利马这个伫安波山号的社区，伊毋是来送礼物的，你是摕着钢推啊，讲开大门。那讲还藏伫厝内的小型毒贩集团，下奥孙罗邦也搁查获100包古柯虎甲大麻。Toda vez que se ha utilizado en esta oportunidad el mimetizaje de Papá Noel, ¿no? Aprovechando la coyuntura en estas fiestas navideñas, hecho que ha pasado desapercibido por los lugareños de este distrito, inaccesible, toda vez que sujetos al margen de la ley se dedicaban a la venta de droga. 警方逮捕2名嫌犯，也毋过无公布查获毒品的实际数量甲七达。警方公布予媒体记者的其中一个信息，是将方逮捕的嫌犯之一，号一个名叫做鬼精灵，也就是美国有名的红仔册中，想尽各种办法破坏亚旦节的猎魔怪物。秘鲁是全球上大古柯碱生产国之一。最近几年，秘鲁警方总是利用特殊的假期，以加重策略展开缉毒行动。今年同款也予亚旦老人立大功，掠10名嫌犯，查获6000包的古柯虎。那伫今年万圣节，警方也加装变鬼上阵，逮捕2名贩毒集团的成员。公司新闻黄文丽编译。伫咧巴尔干半岛的塞尔维亚国会和地方选举拢有贿选的争议，这反对派阵营的支持群众支持暗时拢去到首都贝尔格勒进行示威，而且佫想要撞入去这市府大楼，说互警方用催泪加速赶走。当地政府表示讲，这处理过程有真侪警察受伤，掠超过35名民众。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勒的市政府大楼20暗时，互几落千个反政府示威者包围，因要求取消1礼拜前的国会甲地方选举结果，理由是有严重的舞弊情况发生。生气的示威者大声喊人民叛徒的口号，用石头、棍啊、钢片、大门甲桶啊，想要走入去占领市政府大楼，互现场维持特殊的电报警察喷催泪瓦斯赶走。18开始，为着抗议选举舞弊，伫国会大楼内进行绝食抗议的7个议员之一的特皮克也出现伫示威现场。A jedino što je ova država morala da obezbedi svojim građanima jeste da slobodno izaberu one koji će voditi državu. Ali pokrali su, Vučiću, pokrali ste ne jedan, nego hiljade i hiljade glasova. 顶礼拜大选，国家选举委员会宣布执政的塞尔维亚进步党 SNS 以47%的得票率，摕到国会250席超过1半的席次。以塞尔维亚反对暴力为主的反对派，敢若得到23%的选票。选后，讲伫国会有得到稳定执政地位的总统武契奇，而是迄暗讲反对党的指控拢是本色甲被拆话，而且讲有外力介入的迹象。Oni koji su se zaklinjali u borbu protiv nasilja, samo su još jedanput potvrdili da su prave siledžije, nasilnici, da bi da ruše naše gradove, mesta, sela, kuće, našu državu pre svega.
Nećemo im dati 包括欧洲安全甲合作组织在内的国际观选团，讲大选有买票甲灌票等违规事件发生。对这件代志，德国当局是讲，一个想要加入欧盟的国家，互人指控选举舞弊是袂当互人接受的代志。赛国选举委员会20表示，全国8000个投票所有30个会重新投票。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气象署指出，受这大陆冷气团的影响，今仔暗时到明仔透早，中南部可能会出现10度低温，而且这上介寒的时阵是伫咧元旦的一个透早，民众就要特别注意。另外，礼拜就要下年咯，如果有一阵这东北季风要来，北部、东部地区真冷，分也真高，敢有法度看到这新年的一出咧，就要看大家运气咯。8月元旦节气象署指出，受到大陆冷气团的影响，各地有关是较冷，尤其8月暗到8日透早，北部宜兰花莲敢若11至13度，也若甚至以南到台南，更有金门，因为受到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会有10度左右的低温。所来8日，晚到各地都会当烧落气温有20度，不过正近8时甲礼拜又会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北部、东部会反冷水汽增加。在28号又有一小波东北季风增强，所以北台湾温度又略微降低。尤其这波东北季风会影响到29号，到了30号，东北季风又减弱，温度又回升。但是31号之后，又有另外一股比较凉冷的空气南下。元旦节过，煞来礼拜12月31特别下年，这些民众拢真关心天气，敢看到2024年第一天的日出。气象署表示，礼拜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北部、东部会有雨水分会较高。下年暗要看烟火，恐惊会受影响。要若是隔天要看日出，就要看运气。在大概跨年期间，就是31号前后，其实还有一波的东北季风，北部、东半部整个云量可能都会比较偏多一些，那局部会有一些短暂雨的状况，所以目前看起来，北部、东半部如果要看曙光的话，可能还是要碰碰运气。气象署表示，这礼拜的2阵东北季风对中南部较无影响，但是晚近下年这个冷空气敢会接近冷气团的急速，就要继续观察。记者卢尚如、张玉瑞台北报道。讲到这个下年要去倒位，唔知观众朋友恁敢想好势啊？迄天会真冷，踮咧厝里看台语台也是一个真好的选择。讲到这个台中市呢，今年下年暗会有4场，市政府也有统计讲，这下年迄天暗时呢，旅馆的订房率有91.8%，风景区附近的旅馆也拢客满咯。这民众也伫咧烦恼讲，到时阵这交通罢免会拍结。市政府表示讲，交通问题因有相关的措施，会当来消透车流量。天气这么冷，工人伫咧搭活动舞台。年底跨年暗会是春无一礼拜，台中市政府伫咧主场地中央公园当地无用布置，因为今年台中有4场跨年活动。观光旅游局是统计30间旅馆的数据，31迄暗订房率目前是有到91.8%这么悬。一堆人来台中跨年，民众嘛烦恼像是坐搭车有望会过来。交通套应该是一定的，我住附近而已，然后。当天晚上其实小巷子里面都非常塞，就会担心就回不了家。如果出去一下，不用走路的真的没办法动不弹不得。市政府办的都不错啊，对，有接驳车啊，都有安排动线都，市政府都安排的不错，对，还算有信心。对，2024幸福龙来，台中跨年夜重磅登场。除了中央公园有韩国 hip hop 的女王 Jessie 第一摆伫国外做跨年巡演，就在棒球场还有天团5月天来表演。内部农园有无天伦的艋舺表演，配300秒密度真悬的观众烟火。内山含各县地区嘛有泰雅族的跨年暗会，在活动边仔的旅馆嘛差不多拢封订满啦。台中市交通局讲，因为中央公园的暗会含就在棒球场的场地较晏，会鼓励民众坐捷运，才阁行去中央公园。另外嘛有3条免费的接送路线。运会营运到凌晨2点，市区公车10条的公车路线来配合延后收班，交通非常的便利。同时，今年有300秒的烟火，烟火的主题呢是和平祈福。市府强调讲，中央公园跨年暗会接送车分做市府线、松德线和水南线，提供予坐高铁、台铁来的民众会当坐。其他3个暗会边仔嘛拢有公车服务，10条市区的公车路线拢会配合延后上班。另外，捷运绿线会延后营运到半暝2点，来全绿素运旅客。记者综合报道。
体大大车拼台湾一定赢！这教育部体育署今举行体育运动精英奖的颁奖典礼，柔道选手杨永伟连3届摕到最佳男运动员。另外呢，伫咧亚运拼到金牌空手道女将郭晓松也摕到这最佳运动精神奖。一堆体育界的高人拢来到这做伙翕相，一看过去拢是体育明星。体育署25举行体育运动精英奖的颁奖，这场重要盛事会使讲是杭州亚运的点钟录。柔道男神杨永伟是面对做伙入围的阿妈王子李智凯，佮一摆得奖完成最佳查甫运动员3连霸。2024即在眼前，我会持续的继续的努力，然后祝大家自己达成自己心中最想要的那个成绩跟目标。在杭州亚运内面，剩上尾5秒嘛，逆转摕到金牌的空手道女将郭晓松，是含亚照练的女神郭幸顺等等做伙入围，落尾得奖摕到最佳运动精神奖。想要谢谢我运动生涯中所有的教练跟老师，谢谢你们在我走偏的时候引导我、鼓励我，谢谢你们在我突破的时候拥抱我、肯定我。行政院长陈建仁在致辞的时阵强调，面对国际运动好手的挑战，咱的运动好手永远袂放弃，全力一直拼，让世界看到台湾。卓越非常好的成绩哦，我们现在变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体育的强国啊，所以我们看到大家坚韧的这个意志跟绝佳的这个团队的精神哦，让国人都印象深刻而且感动哦。陈建仁颁奖新成就奖予国内篮球运动重要运动杀手朱清教练刘允迪，感谢度过80岁生日的伊一生对篮球运动的贡献，嘛颁特别奖予摕到杭州亚运危机金牌的柯浩宏。记者综合报道。在咧国际比赛顶头，常常有运动员无细力去食到有一寡禁药成分的药啊，抗处罚。体育署和这药师工会合作，参考到日本的经验，今年开始培训运动禁药咨询药师的认证。目前全台湾已经有142位药师摕到证书，会当看顾到这运动员的用药安全。就是相挺运动员。伫这几年，大家拢真爱运动，也常常听到讲有一寡选手为着要有更加好的成绩食禁药，但是其实伫咧日常的生活，食的药啊也可能内面有禁药的成分。为了要协助运动员把关，体育署甲药师工会合作，参考日本的经验，今年开始培训运动禁药咨询药师的认证。伫即嘛，北中南东已经有142位药师摕到认证。感冒药。还有中药，还有健康食品，有很多都会影响到选手他们的比赛，甚至拿到奖牌还会被取消。药师工会讲，伫过去运动员常常咨询的药品，包括治疗感冒甲下骨的伊利型治效剂，抑个治疗调坏利尿剂，甚至中药的小清凉汤内面，也拢因为含有麻黄素的成分剂，拢是属于禁药的成分。以后运动员若是有任何用药的问题，拢会让咨询运动药师。希望可以借由这样的运动药咨询药师的加入让我们的选手可以及时的获得运动禁药的一个正确资讯。药师工会强调，有一寡保健食品可能内面有禁用的物质，所以需要药师专业的介入。以后无论是职业运动员或者是业务运动员，只要对运动禁药或者是食药啊有任何的问题，拢能随时咨询运动药师。记者综合报道。大人烦恼无钱，囡仔是欢喜过年。过年这要到啊，爱买真侪物件，万项代志拢爱开钱。为了要协助这经济困难的劳工会当好过年，劳动部今日公告劳工纾困贷款的申请条件，也要提醒民众是对明年1月初5到19会当去办。不过这时间只有15天尔，那种有需要的民众就要把握时间。今晚年底正紧就要过年了，为着要协助劳工朋友度过经济困难，劳动部颁一公告113年劳保纾困贷款的资讯，每一个人上济会使贷款新台币10万块。目前年利率2.04%，贷款期间计共3年，头6个月敢若还利息免还本金，第7个月才开始爱还利息甲本金。只要劳工朋友觉得他在经济上面有需要这笔贷款来协助度过这个农历年前难关的话，都可以跟土地银行这边来提出申请。
劳保局表示，申请贷款有4项条件：第一，生活有困难；第二，参加劳工保险的年资爱满15档；第三，无欠劳保费含滞纳金；第四，毋捌借过劳保纾困贷款，还是捌借过，然后已经甲贷款本金甲利息现掉的民众。但是劳团表示，这些民众要是干那领基本工资的薪水那领，贷款只不过是一时的解决方法，要是5万基本工资会当调悬。嘛是足一人领基本工资嘛，薪水无悬，过年的时阵当然伊就较无遐好过，所以加减10万块，互咱劳工朋友较歹过年的，会使借款，会使借一条钱出来先使用，现在是。这时间尔啦，你长期来讲，当然你爱甲基本工资有关啊。劳团认为贷款还贷款借钱嘛是条行，呼吁企业有趁钱就应该爱和劳工分享经济成果，提悬薪水，互员工会当好过年，才是较好的做法。记者卢尚如、张玉瑞台北报道。昨暗有一台民众党的总统宣传车卡伫咧屏东恒春的百年古城门，所造成这城门的砖仔壁受到损害。地方的这分住所表示讲，会和中央的分住局做伙来做评估，若准这古迹确实有互破坏，就会依照分住法加因处罚。车卡伫城门内底，无法度震动，真足看，阁是竞选宣传车。民众党议事暗时伫屏东恒春西门广场办活动，正副总统候选人郭文哲、吴欣怡嘛到场。想要到线场的时阵，有宣传车无注意关度，卡伫恒春西门内底。我想伊毋是故意，是不小心造成的啦，所以伊爱负责这种赔损失修复的责任。这真的很夸张哎。砖仔壁有几处互弄到的粉叶，全台保留上完整有100年历史的固定古迹恒春古城城门。因为北门甲西门会使通行，虽然有限悬2.1米，但因为标志无明显，城门常常互弄到还是卡条的，影响古迹的完整。高度，你是不是外面多少公尺之外就有一个警戒？发生事情的时候，你要怎么个处置？你这些都要有一定的作为啦。文书工作者呼吁政府要有相关保护的措施。文主所表示，当伫讨论伫明年禁止汽车甲货车通行西门。机车跟脚踏车还有行人这样的通行来防止这些成本的一直这样持续被撞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哦。文主所表示，已经通知中央文主局做毁损的调查，然后破坏古迹的状况，以文主法会使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甲50万以上2000万以下的罚金。民众党25透早嘛出面会室的，表示会联络县府讨论后续的善后。记者陈环宇、柯正准屏东报道。唔知观众朋友，你敢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一寡路段伊的限速，这时速是真低，这设置低一定有伊的道理。来看这台中雾峰的这个吉丰东路，迄个所在路真狭，而且佫弯弯弯弯，附近有风景区，也有大学生的宿舍，真侪人骑奥多摆是骑真紧，煞骑到累残。警方也决定讲，对明年1月开始掠超速，要掠真严，时速超过25公里就会处罚。山路弯弯弯弯，沿途拢是警示标语，车速限制25公里的布条啊，嘛挂甲真明显。不过，这的车辆所拢当作无看到。台中市的雾峰区吉丰东路，今年9月到今已经有13件奥多摆累残的意外，警方嘛决定要加强来掠超速。就是速限太低，因为下山的时候，有时候不一定会超过这个速度啊，对啊，所以我觉得可以再设高一点。较清楚的。一定较危险嘛，较熟悉就无差。最主要是我的感觉啦，25公里至30公里还可以的。吉丰东路弯来弯去嘛有较惊，沿途有出名的景点阿达姆观景平台，也佮有朝阳科技大学学生宿舍。游客和学生伫遮出入，大部分车速拢正紧。警方规划要使用移动式的测速摄像机来取缔。选择期对即马开始，明年正月2日就要正式开始执法。经统计，本路段已发生多起机车致摔交通事故，分析主要噪音为驾驶人超速行驶所致，未遏止超速违规等乱象，将在本路段执行移动式测速照相勤务，预计于明年1月22号开始执法。维护民众跟学生的安全，我们当然是赞成我们的学生跟民众都要守法，所以当然依规定在速限内行驶都是为大家好的，这没有问题。
高雄科大校方表示，赞成警方加强执法掠超速，这学期已经请台中市府相关单位加设要加40底标记标志，而且鼓励学生加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嘛呼吁大家要爱遵守交通规则。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米糕已经唔是保类野生动物啦，有民众发现讲，最近这2年台东地本温泉区高山的数量有增加的趋势。元旦假期特别到这地本温泉区饭店拢客满，这县政府也呼吁游客有看到高千万唔通饲，避免发生冲突。透早，台东地区气温回温，伫通往地本来温泉为一条大路边，一阵台湾高山走出来，意思食民众饲的食物，车辆快速通过，因也唔惊。住在咧食早顿，附近的民众讲，最近2年，这条大路上的高山数量变侪。不管是也走出来，全变大人无通啊食。民众讲，目前也无发生高山攻击路过民众的事件，也毋过会甲游客讨食物。也毋过，也有民众表示，日本温泉区的观光最近几年游客人数减少，少真侪的干扰，高山才会接出日。也毋过，即马元旦连续假期特别到啊，日本温泉区的大半都达到9成，为着避免游客伫假期饲台湾高山造成人高冲突，官府已经设立禁止饲的告示牌，也制定野生动物保护自治条例发现饲的行为会罚5000至1万的罚款。除了制作告示牌之外，那另外我们也会在这个连续假期的时间，雇请人来呼吁民众。官府表示，出现伫日本来温泉区大路边的高山群，数量大约是20多只，呼吁开车、骑车经过民众爱注意车速，唔通伤紧，避免弄到规定出入的高山记者综合报道。伫咧中华东犁溪，这几年进行环境整治、生态改善。这个寒冷时阵，袂少大鸟会停伫遮。中华的这个乌埔社区大学，当年也伫咧东犁溪观察大鸟过冬的状况。今年有发现到新品种的鸟叫做乌面鹋，这是头一摆伫12月看到，而且也伫咧田里看到二级保育类的骨层啊。一人一支千里镜，观察溪边有啥物鸟仔。中华乌埔社区大学逐年拢会伫东螺溪举办算鸟仔的活动，观察过冬鸟的情形。今年也有新的发现。像今日嘛有一种新的鸟仔，阮今日有调查到，就是讲伊面乌乌，叫做黑脸乌。迄是今年算讲今年新的一种种类。较早是帮时阮捌记录到，但是12月底咧算鸟的时阵，阮较早是也无记录到，这算今年算新的记录安尼。除了乌面鹋，嘛有观察到俗称土豆鸟的小变形、落脚的长脚形、二级保育类的骨尖仔等等的鸟仔。中华乌埔社区大学伫东螺溪算鸟仔已经7、8年的时间，嘛发现这的生态愈来愈丰富。伫过去7、8年来，阮做的调查内底发现，讲这条东螺溪的鸟仔是愈来愈多，生态愈来愈丰富所以，阮今年嘛咧足关注到2点，就是讲，因为今年有工程的进入，包括讲咱76线，还有咱的东螺溪的整治计划内底，是毋是有法度去影响到咱鸟仔的部分根据乌埔社区大学的统计，今年拢总观察到49种，计共4147只的鸟仔，较旧年比大约减少300只。推测可能甲暖冬，佮有附近时间有关系。林淑玲执行长表示，有甲工程单位沟通，伫大鸟来的这段时间先停工，希望互这阵长途飞来鸟只会当安心伫台湾过冬。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伫美国家庭因家家户户拢会放椰蛋树来过节，今年有民众陪椰蛋树收到的时阵，这内面竟然藏一只活的猫头鸟。这民众收到的时阵也惊一条，落尾也甲这猫头鸟放生。另外，伫意大利也有一个庄头，有一个全世界上界大丛的椰蛋树，伫1991年也得到金氏世界纪录认证。这只猫头鸟毋是宠物，一清洁工人伫整理客厅地毯的时阵，常常发现椰蛋树内底，这只猫头鸟一双大目睭咧来看。The owl was literally sitting on a lower limb here, crawled up into the tree further, and as it was in the tree further, it took me several minutes to even find it. 肯塔基州来新顿的一户人听到消息，一开始叫时工人讲生树。每年买这个椰蛋树当来种塔是因几十年来传统，这是第一摆买到有鸟头鸟的树仔。工人后来将鸟头鸟带到后庭野放。
I was shocked. I was so stunned. I have 3 dogs. We use this room nonstop, watch TV, kitchen's right here. 亚坛树的状态有地域、文化甲个人偏好差别。芝加哥的科学工业博物馆每年尾拢会推出世界亚坛节特展。今年展出4张46馆的大亚坛树，吸引真侪人提前感受亚坛节的气氛。现场还有50多张无同款文化的主题亚坛树，日本树有美丽厚厚纸线甲厚的凹纸，树顶还有一大片东洋的纸线。亚诺故乡芬兰是挂满小精灵的红仔，英国是挂王冠，还有这张挂巴黎铁台树仔代表法国。在烟火之下，意大利古城小镇古比奥山坪的亚坛树电火全部倒起来。要伫900公尺悬的真徛所在，用电火倒出亚坛树，爱用小镇志工团将近2个月时间。1991年，这张树仔得到金氏世界纪录认证是全球上大亚坛树。每年也为小镇带来朝圣的游客人潮。公视新闻张淑芬报道。寒流来到位，寒甲死时阵，唔免冷甲加水军。明仔载气象咱做伙来看，看这气象穿衫上界准。吉兰到新竹对12度到25度，苗栗到云林对10度到25度，嘉义到屏东对10度到24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2度到23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0度到20度，还有未来3港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夜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